中央提出1.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，今仔日伫立法院的听书委员会，和南北两党以人数优势动落来，未排入去议会议程。在野党是要求总统赖清德呢，就要先去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。那赖总统今是去到宜兰视察后秘鲁波山也会教条训练。赖总统是强调讲，就算要和解，也要有真强的力量来做靠线。休眠日无人机升空，国军头一届公开后备部队无人机训练，后备李佩虎的舰精型无人机公开。罗总统初二去宜兰市道教条训练。教条训练内容引进美方的战术思维，调员除了爱有无人机的基本操作能力，嘛要学习组装设置、架设艾斯科防步墙、更刺具抓把型铁线网啊，随投入小部队战斗。用65K2步枪模拟暗杀无人机。罗总统致辞时阵讲，后备部队是国家整体防卫力量的基础。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后盾的话，所谓和解，最终都沦为投降而已。为了避免中共以混转演、以演转战，罗总统提出1.25条国防特别条例，要打造台湾之盾。初二伫立法院听书委员会煞无过关。昨夜以10-9的票数封杀国防特别条例，将万立案无摆入议会。民进党团手提砍棒批评南北是53鬼，阻挡国防赢敌人。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颠倒讲，无支持互人党拍赖的军告。国民党跟民众党针对所有保护台湾的法案或是预算，都在挡，一挡再挡。而根据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卖台法案呢，就一路的冲。就在今天。要塞进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，贸然的要全国人民在完全不知道情况之下，要一个空白的授权。那被要求赖总统先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，讲清楚台湾面临的威胁，也甲预算要买多一寡武器装备，嘛坚持随问随答。不过民进党团讲，随问随答已经违宪。我们要求，我们付了钱，东西要可以拿到。要不然我们付钱是在付辛酸的嘛。不过，像爱赖总统来国会接受立委的咨询，鲍坤琪望赖总统来立法院有问有答，问直讲直，让百姓了解预算的用途。记者采访报道。